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中华防疫旅馆消失4条的人命，检警追查盗火原因，调出大楼4颗链灯，超过30支的监视器，确认火烧厝的当天有16个人出入这个旅馆，会请因来问了解是不是甲火警有关系。另外，其中有一个罹难的印尼籍的女移工，死后采检是阳性。中华关卫生局赶紧来解说，讲这个女移工是进前病院群聚感染的确诊者，出院了后，到这间防疫旅馆来做自主健康管理。本地7月初5要来解除隔离，想袂到拄到火劫。透早3点外，印尼女移工互警消人员救出来，直直对伊做 CPR 来抢救。不过送病院了后，也是过身。即马就传出罹难的印尼女移工 PCR 是阳性确诊。他们都是之前我们本县的确诊个案。那确诊个案依照中央的规定，他住院满10天之后，CT值大于30以上的就自主健康管理。卫生局赶紧解说讲，印尼的女移工是中华病院群聚感染的确诊者，后来好徛出院，送送去防疫旅馆自主健康管理到7月初5，却不幸拄到火灾。筛检是阳性，所以我们是等到后续再来进行相验。盗火原因嘛是即摆要调查的重点。根据了解，大楼2楼到4楼无电力设备，初步排除盗火是小拍电的可能性。因为疫情，1楼的电柱油压管休困，造成民众伫大楼出入是无人管理。1楼它没有营业嘛，如果它营业，它会管呐、就是因为最近3期它没有营业，就会有一点松动。中华县的警方调查大楼附近超过30支的监视器，确定伫盗火迄天有16个人出入，分别是3个外送员，佮有13个装修人员，无排除任何的可能。检警嘛找旅馆的负责人，要调查清楚火警疏散的过程敢有问题。交友大楼嘛发生过3摆的火警，2005年迄摆是有人放火烧。代志已经过真侪年，即摆是大楼第4摆发生火警，已经烧出4条人命。要调查清楚到底是意外或者是人为。